在地人在地情来看，今年已经是第9年来举办的台湾科普环岛列车，让每一个县市的学生会当轮流就路车来耍科学的游戏。从中岛驶到云林的岛南，这个南投甲中华学生落车，换云林的学生就车，总参加人数7500人，现场真热闹。学生囡仔坐火车来到岛南站，这个火车是为台北出发，会驶台湾一日。沿途和无同县市的学生上车，伫咧火车顶甲落车的所在，体验无同县市的团队准备的科学游戏。透过科普列车这样绕一圈呢，实际上参加的小朋友在当天他其实是有3个小时，强度很高的科学游戏。岛南车头本地科学游戏是虎尾科技大学来主办，规划32个单位，其中15大是虎尾高中的学生来负责。把原来比较高深的这样一个数理这样一个专业知识，想办法用生活化的这些技能或生活化的一些道具，把它展现出来。主办单位表示，今年的主题包括净零排放、资讯安全、人工智慧、先进的低档工程，还有半导体、量子等等。期待科普的发展，会当搁再提升台湾整体的科技实力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